会跳舞。主要是有写一寡有关于人类文化的物件。我少年时对族群文化有相当的兴趣，所以早期的作品大部分拢在写族群文化的物件。通常跟老师是我们可能去演出吧，那不只会碰到，对，我会碰到。老师就是一个很乐观、很开朗的人，绝对啊！开始你，我再见。台湾的北部，大家知嘛，就是有一个族群叫做盖达格兰，所以总统府头前一条路叫盖达格兰大道。在70年代真做是一个政治改革的阶段啦，但是阮是认为讲，除了政治以外，包括族群文化、族群文化物件，所以有一个声音就是讲阮是凯达格兰族。大家老师会甲主语、甲台语做回球，可能会一段就是原住民的吟唱，主体是台语的歌词安尼。这个部分是我上介意的，因为这甲我成长的环境有关系。因为我的两个母语就是台语甲排湾语，我若是听你讲台语甲排湾语就是混合在一起的时阵，我感觉对，这就是讲我的这种成长环境。台湾属于一个语言宝岛，语言一定有遗绪的所在。嘛是得到咱别个族群当学习，会当分享，甚至会当去创作，算讲是一个媒体啦。透过这个语言来学习到黑伊是安尼看这个世界。所以我感觉这是对我来讲是一做的，嘛是应该爱做。海比拉扎一盒，伊啦，